名国民厂嘅阿全师，年代係高雄美农業，上班做頭路，而現在好山好水嘅產業來開創自家嘅事業，還佢用創新嘅客家口味來做挑戰自我嘅料理極限，還佢希望攞創新嘅客家料理推入到新嘅領域。好，阿全師拿出嚟嘅黃金白毫烏龍啊！我講嚟做位提出來嘛，該咧。我們今天來做一道就是黃金素子肉，因為它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要跟它的蜜香紅茶味道，我們則要跟它結合在裡面，把它提升上來，好不好？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很特別，就是第一，我們就搭上我們客家的食材，藍鋪子，好，就素子。客家食材你要講客家話，好，藍鋪子，好，藍鋪子，我也得，今天。不啦，其實，在這樣的一個客家的食材裡面，哈，首先我們要豬肉把它抓一下，哈。拿起来肉的時候，把它就一坨開，對不對哈？大力我們就摔它，你看好像仇人一樣。好，這可以了吧？還不行，因為還不行。你看為什麼？它主要是因為你的肉質，它摔的時候哈，因為要摔出它的粘性，因為現在目前還都沒有一個人哈。你要去抓大力去摔它，要慢慢叫它成為一個粘性。好，有沒有吧？那你看那個感覺，那感覺就不一樣了哈，就出來了。哦，我們摔成這樣子的話，我們就 OK 了。我們等一下，我們就準備來調一些味道，好，好不好？對吧？阿全師點出家嘅專業功夫，個家業切到碎碎嘅身腸，然後客家人接上會拿來用嘅藍鋪子，還有麻糍切碎過後，變做用粗體卡到嘅水分，青米個家業100度嘅滾水沖茶，黃金拍好兩葉菜土。沉浸啲鹹鹹嘅茶香地度，阿全師嘅牙齒料理沒有進行到親密一鋪了。也準備了豆腐衣，好來，我們剛剛我們抓的食材，好，丟進來，用到要懂毛嘅地方，丟進來，稍微抓一下，按鈕，對，好，就對，捲起來，稍微壓進來一點，捲起來的時候把它壓進來一點，把它空氣把它。好 ，OK， 再捲，好，好，這個因為豆腐衣啊很薄，很薄，真的很薄。不說都會做干哈，會懂生意，一冇注意呢，就會爛掉了。因為我已經看到我好像爛掉了。對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對哦，速度要快一點。用豆皮老料包好，再用芡粉增加粘性，青米放入溫度蒸20分鐘，這次料理就算好食了。我品嘗看看，叫它來食咯。看它的味道有沒有比較凸顯上來，它的香氣在我們的嘴巴裡跟鼻子，這樣子出來，它的香氣就足夠的。真嘅，吃以後吃了下去，剛剛會先感受到它的口感有沒有？因為外面呢是豆腐衣，底度呢係你搭過嘅肉團，又有那個茶米，還有荸薺都底度。對。所以吃下去，你先覺得它的口感很多層次之外，味道也很特別。裡面呢，剛有放這個黃金白毫的茶香進去，又吃到它茶葉的香氣。我說鬼知食到誒，它是用茶來解它的油膩。因為它的香氣真的很特別。又搭上我們的素子，好，它藍子，對，好，它本身搭上它的時候，它的味道就更會更明顯，有沒有吃到回甘的感覺？就知道它的香氣呈上來這樣子。對，好。那李老闆，你覺得呢？他這樣子有沒有浪費你的黃金白毫？搭配得非常的棒，而且味道非常的清爽。對，而且我第一次吃到有喉韻的食物啊。因為喉韻可能真的就這個黃金白毫茶的韻味很濃厚，以至於周圍料理過後，它還可以保留它那種厚度在裡面。但是我覺得它不會衝突。這是阿全師厲害的地方，它可以把兩種味道完全不衝突，而且是一起呈現出來。